运动是每一个人一定拢爱去运动。啊，你加运动咧，身体你会较勇，较免惊病院，这是上重要。一寡像棒球、骹球啦，一寡迄个全民运动的吼，一寡迄个韵律舞啊，啥物种种，咱拢有当个推展落去的。啊，每一工咱若运动几分钟啊，20分，身体绝对一定会勇。民众只要下载 APP 进行会员注册，并完成登录后，进入指定场馆运动前及离场前扫描该场馆的 QR Code， 运动达30分钟就能获得点数。集点可分为每日点数、每周点数与体育赛事点数3种方式。于指定场馆运动达30分钟，即可获得该运动场馆对应点数。1周运动30分钟达3天以上，即可获赠1点。给予台南市相关的体育赛事，像是马拉松、龙舟赛等等，都会给予不同的对应点数。每20点就有1次抽奖的机会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其实这个运动健康护照主要是希望说提倡运动的风气。那过去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运动的好处，不用我再多说，只是大家心动却没有行动。那为了让大家能够走出第一步开始行动，我们特别推出运动健康护照。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奖品项目非常非常精彩。那主要有运动习惯的人，你只要这个下载这个 app， 这样你平常运动再加强，那就有机会抽中大奖。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更要借着这个运动健康护照的平台，养成运动的好习惯。这个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非常好的活动那欢迎大家一起来。那同时呢，我们也会跟各大运动中心全民运动馆来合作，那陆续推出一些健康的教学或者运动的教学活动，让很多教练或这个运动高手来教你这个运动。那所以说，不管是做重训，不管是做球赛，不管是做种种项目的运动活动，这个心动就要行动，而且动了以后健康就会更好。那欢迎大家来下载运动健康护照，一起来运动哦。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7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520总统就职的国宴将伫咱台南举办，市长黄伟哲上午正式为国宴伴手礼开箱，内面除了王来酥、盐酸果酱、甲世界冠军面包以外，阁有台南4摆沙文甲咖子仔，为食会够用的拢总有。台南风味美露、红酱酸水果酱、酥饼礼盒，520总统就职国宴第1摆伫台南举办，无论是官方也是民间，拢以办喜事的心情看待。除了要互宾客食了欢喜，连伴手礼嘛要互人感受到台南味。精挑细选之后，登上国宴伴手礼名单的，通通都是千锤百炼，不是在世界得奖，就是在市场得到广泛的认同。所以呢，我想说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一个伴手礼。市长黄伟哲伫记者会当中，伊介绍属于台南在地特色的伴手礼，除了市府装满台南4摆人情味，电台知名主持人志明康英秀，嘛特别赞助一袋特色伴手礼，甲北门烟花、王来酥以及高宝村所制作的棒，装入台湾 LV 的家己袋仔内面。即届的家己袋咧，主要就讲，互外国人炸断的吼，有一款留念啊。主要王来酥好食歹食无要紧，就是这个花，我们就以台南的兰花取名叫做国宴面包，然后福尔摩沙 Panettone 包，然后融入呢我们台南的那个桂圆跟台湾的黑糖，用这2袋伴手礼组合，展现台南人因食国宴宾客热情甲用心。同时符合前总统赖清德选伫台南举办国宴，愈在地愈国际精神。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因为安南区的恢复将军庙的关系，台南市甲日本的茨城县那珂市伫6号签署友好交流协定，正式结为友谊市。台南
王伟泰来日接待日本纳科市的贵宾，首先感谢纳科市长仙崎先生多年来支持双方的交流。除了恢复将军相关的民间交流，今年2月也来参加2024台湾灯会开幕式，共同迎接台南400。王伟泰更感性表示，4月份花莲大地震，纳科市也伫第一时间传来关心，会当跟纳科市签署友好交流协定，感觉到十分的荣幸。市长在今年2月底亲自前来参加我们台湾灯会的开幕。那个人表示深深的感谢，因为在4月3号花莲台湾东部大地震的时候，那个是也在第一时间传来关心的讯息，也十分感谢。当年飞虎将军留下来结下了善缘哈，其实飞虎将军在他他的事迹被市民所传颂之后呢，在这些年后，我们台南市跟纳克市也能够缔结友好协定。这个是非常非常让人感动的时候。志城县纳科市仙崎市长首先先向4月3号花莲地震的受灾民众表达慰问。仙崎市长表示，去年10月来访台南时，声望台南市日前的交代。黄市长也鼓励持续推动两市缔交友好交流协定。今年2月也受邀参加台湾灯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花灯，感觉到非常感动。这撮致望对着两座城市都有真重要意义。未来希望展开两市伫教育、文化、经济方面的实际往来。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自由工商欢喜庆祝创校60周年，除了太鼓队、民俗队社团的精彩演出以外，阁有结出校友回来后头厝的表扬等等一系列的活动，而且当头戏是罗中青3代骹球队员的友谊比赛。自由工商行过一甲子岁月，除了有悠久传统，更受丰富的教育使命。伫天主的稳定祝福，5月4号全校师生欢喜庆祝60岁生日。除了烘焙课主任亲手制作的大鸡卵糕，这声唱出对自由的爱甲感谢。另外，太鼓甲民俗队等优质社团的精彩演出，更是炒热现场气氛。该校今年以幸在自由再起60为主题，特别邀请第3届杰出校友回来后头厝表扬，接出勉励所有自由学生伫各行各业遍地开花，拍开属于家己精彩人生。除了这群杰出校友的成功，讲到自由工商，嘛袂当无讲到民国64年到69年迄时的车影。一群平均55岁以上、上资深73岁校友，真侪拢捌经历过全国个人组冠军，嘛是代表国家前往英国、美国比赛青年队。透过校庆，因再厝回来有满腹的回忆，并且甲16、7岁在校生来一抓友谊赛。重温当年在这里的那种感觉哈，那。我们刚开始初创的时候，那个校舍只有一半哈，那个这边都还没盖，这个体育场也是后来才盖的哈。那时候我们踢球在下面，当年呢，我们踢足球已经非常的那个兴盛。那个时候，修士啦、神父啊，他们喜欢踢球，他就带着我们去踢球，哦，到外面去比赛啦，怎样？那时候我还当了足球队第1任的队长。当时候慈幼慢慢的，在我前几届慢慢有胜利国小。后甲国中的比较专业的足球，就慢慢到来念慈幼高工，所以慈幼高工曾经有几年拿到高中组的全国冠军。社长要开个球了啊！校长认为，这不只是一场老中青3代传承的友谊赛，更是一场冠军荣耀的交接。慈幼的足球队，想当年是代表我们全国参加国际的比赛。我们的足球在全国是所谓的南霸天。那我们的校友们，你看他们虽然60、70岁了，但是他们的精神还是非常的抖擞。自由学生传承前辈荣耀，参加卡球赛爱面临各种的挑战，有勇气冲破难关。台南新闻军籍杨顺怀采访报道。近年来，游艇观光已经成为安平港区上界有活力的项目之一。其中成立3档的游艇俱乐部，嘛正式对外宣布，
将投入变革游艇产业来推广海洋的观光，而且俱乐部搁大手笔引进南台湾唯一的船舶上架对高机，提供游艇保养、维修等等一站式的服务。请用钱，请鸣炮。我们船用堆高机启用大典正式启用，谢谢。这台南台湾唯一的船舶堆高机能够承载20吨以内的船只，相当于一台公车的重量。相较使用拖车移动船只，这种方法更安全迅速。游艇俱乐部率先引进这台船舶堆高机，也为安平港区的游艇搬运以及维修保养带来一个全新的模式。也可以让船主们更安心的将你的爱船做上架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么也为我们安平港区整个的游艇的搬运带来新的商机跟新的模式了。游艇堆高机未来就是投入在服务我们安平渔港的渔船跟我们安平渔港的游艇。那总游艇的这样子的服务，主要是让他们能够上架去做维修保养的动作，及我们去除我们的海底的一个附着的海底生物。那这样子可以大大降低油耗。我们上架的时候有引擎的维修，那有我们轮机的维修及船体的保养维修。那还有相对一些游艇上来可以来我们的架上岸上可以做一个美容的服务。除了这台南台湾唯一的船舶堆高机，游艇俱乐部更向大家介绍以6000万打造的55尺双体游艇，最大载客量可容纳35人，有豪华客厅、餐厅、2层楼的平面大空间，犹如海上移动宴会厅一样，带给宾客最尊荣的享受。我们目前进了这艘55尺的双体游艇，主要其实这艘游艇我们就是要服务我们现在的一个我们旅游的投入我们旅游观光的一个游艇。那主要这艘船上面，基本上我们其实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就是陆续会跑南方四岛。那我们也提供在港内可能相关的一些，譬如说我们有一些生日派对、求婚，或者是说我们的婚纱拍摄的行为。游艇俱乐部看准台南海洋商机，提前卡位，只因未来安平将规划全国规模最大的滨海综合度假城，还有即将动工的安平港第一座跨港大桥，将可连接安平渔港两岸观光。张宏文表示，台南海洋城市观光商机指日可待。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基隆有业者看准基隆港邮轮的商机，甲新鲜海产特产的优势。伫基隆港边开一间苏厨铁帮，采取有肉质来确保食材上新鲜。现主时搭配母亲节也推出专案，让消费者用一半的价少，得当享用顶级的铁帮料理。北海道生食级的干贝在铁板上蒸得吱吱作响，表面煎到金黄色。上桌前用南瓜酱当基底，因为一般外面市面上的海鲜，就是比较冷冻的，那他们的是新鲜的海鲜，然后吃起来是很 Q 弹，肉质是很 Q 弹的。而活生生空运来台的南非鲍鱼放在铁板上，先盖上北海道昆布，撒上海盐，用锅盖焖煎，让鲍鱼的鲜度、甜度再升级。大小哥。我们是以昆布去盖，然后用海盐去焖大概12分钟，看大小颗不一定啊，有的时间快一点，有的时间慢一点，时间要掌控得好。刚煎好的鲍鱼淋上香槟松露白酱，搭配台湾珍珠来点缀，让每一道铁板料理变成是艺术品。让我们感受到非常的新鲜，然后尤其现在食安问题嘛，我们其实可以在眼前看这种食材现煮现煎的话，我们吃起来比较安心这样子。所以说，像我们店里啊、尾牙或春酒，我都会推荐给我身旁的朋友们一起来吃这样子。然后再搭配我们的香槟白酒酱跟松露，然后我们特别一点，我们自己有创新，有加那个粉盐，粉盐可以试试看，味道很搭，有鲍鱼也有珍珠奶茶的味道。有顶级的新鲜食材，当然也要有老经验的铁板师傅做料理。从水族箱内捞出活生生的大明虾，每一只都比手掌大，铁盘上煎到金黄色，最后搭配蜂蜜芥末酱，美味加分。
都还蛮艺术的。过去我是都在台北吃，没错。那因为基隆现在有这种价位的餐厅，我会考虑留在基隆吃。一般在台北之后，我们都是几乎，因为你也知道现在的明虾它的量很少，然后用了可能很多都是冷冻的。当然不是说冷冻不好，只是说我们的诉求是说，就是说要活要新鲜。除了新鲜海鲜食材，店内的 A5 和牛在铁盘上煎到焦脆，薄烧和牛搭配番茄蜜饯送进嘴里，入口即化。在基隆属于比较中高档的一个食材啊，也是非常新鲜。听说的是澎湖的明虾，还有一些在康邦店每天的一些新鲜渔获。那包括它的肉质呢，不管是海产也好，或者是说在猪肉部分以及羊肉，都是非常的顶级。那厨师后来了解一下，是从金华酒店那边移驾过来的那也是让我们基隆是一个另好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是我们的南回包，它做的是香槟白酒酱。看准基隆海鲜食材的优势，加上临近基隆港邮轮旅客商机，业者砸下重金，选在基隆港旁开店，标榜顶级海鲜食材，抢攻中高价位铁板烧市场。食材都非常的新鲜，每一道都像一个艺术品一样。而请那个专业的主厨来这边，我想基隆可以拥有一间有台北水准，然后价格亲民的一个好实在的一个地方。我想欢迎大家可以来武村，来我们中山区，来我们港边走走。我想我们港边现在有这个国门广场，走过来这边只有2分钟的距离，你吃着铁板烧，还可以看着邮轮，这是一个非常绝美的一个景色。我们是希望游客能够直接在我们基隆地区享用到平价但是高品质的海鲜，所以我们希望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采取预约的制度，因为我们的海鲜都是活体的，我们希望让客人有感受到跟台北一样的品质，但是在基隆是很新鲜的海鲜。母亲节将至，所以本餐厅特别提供了干贝、鲍鱼跟明虾，我们推出了一个心肝宝贝的方案。想吃中高价位的铁板烧，不用再跑到台北，来基隆港边就可以品尝到业者寄出了新鲜顶级食材，要让老饕吃得精致，也吃得饱。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国际知名电访平台最近调查公布，亚太地区国家上俗佮好耍的8座城市，其中高雄市是全台湾唯一入榜的城市。因为高雄除了山海河港、都会佮城乡、台湾族群文化等等丰富的观光资源以外，佮有便利的交通，所以海内外游客拢愿意一直来体验高雄的魅力。最近，国际知名订房平台根据廉价平均住宿费，公布亚太地区国家最便宜好玩的8座城市，其中高雄市就入榜，成为全台唯一上榜的城市。高雄具有丰富的观光资源，除了让各国旅客和外县市旅客都趋之若鹜外，便宜的美食与住宿价格也让游客愿意一来再来。我来过高雄3次，我觉得这里的酒店的房价台北跟台南的便宜很多，然后吃那个晚餐的话，到那个比较高档一点点的，也比较香港便宜。蛮喜欢高雄的，因为天气来说呢，我觉得也是最舒服一点。和昨天去台南，哇，好热呀，热死了。但是高雄这边，尤其这边海风呀比较吹，这里和台北比，好像高雄更 cost less。住宿真的很便宜啊。我们昨天住青旅，1个晚上才不到500块，就觉得怎么可能在台北？怎么可能？对。我觉得小吃类应该都算就是 CP 值蛮高的，就是台北比较难找到好吃又便宜的小吃。高雄市近年来也积极进行景点和交通的便捷与优化，让海内外旅客能轻松抵达各个景点。无论是来自哪里的旅客，都能够轻松透过大众交通运输直达目的地，让外县市的旅客也愿意选择高雄作为旅游景点。徒步就可以玩很多地方，不需要说你还要坐捷运啊。重点是北部捷运人真的很多。超级高捷是蛮舒服的。我觉得因为我是台北来的，然后台北来高雄会觉得交通很直觉，
就是捷运系统做得很好，然后轻轨也是，就是你光看那个图你就知道你要去哪里，你要怎么做，然后所以是一个很舒服的玩的体验，然后城市里面也蛮方便，然后像我自己就蛮喜欢駁二这一带，因为就觉得有点像台北的华山松烟，但是却又在港边，所以是就是另外一种很棒的感觉。来高雄观光旅游 CP 值爆表，而且高雄市是全台唯一一个入选 Agoda 平台亚太地区便宜又好玩的城市。来高雄不止好玩，住也便宜，最重要的是也很好吃。所以高雄在地有非常多的美食小吃，也包括米其林跟必比登，非常欢迎大家来到高雄旅游，因为高雄是全台第一好吃又好玩的城市。未来观光局会更积极推动旅宿资讯透明化，让海内外旅客有充分资讯选择合适的饭店，更要让各地旅客到高雄观光旅游，同时享受高品质的贴心服务和旅游体验，致力于打造让海内外旅客安心、安全及物超所值的住宿服务。记者朱敬伟、王仲凯高雄报道。为了呼吁民众珍惜水资源，台北市政府卫生下水道工程处用了2吨将内湖污水处理厂打造为全新的环境教育场所，透过影音互动甲导览教学，互无聊的环保知识变成活泼趣味的游戏体验。即马就透过镜头对着果水的吉祥物红仔来一撮污水处理记录。请揭牌。在台北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文德、公务局长黄一平、环保局长许世勋及卫工处长陈培嘉等人共同揭牌下，内湖污水处理厂顺利获得环境教育场所认证。小朋友迫不及待进入室内体验这些互动游戏设施，花费100万，历经2年努力，每天处理20万吨生活污水的内湖处理厂，化身为环境教育设施场域，以翻转教室及探索学习为理念打造，希望透过互动影音游戏体验及有趣的导览说明，让爱水护水的观念向下扎根。我们台北市民每天所产生的污水是要经过收集，还有很繁复的这个处理的流程，才能把这污水处理到干净，才排到河川，回收到大自然。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都知道，这水资源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我们才极力的去争取这个碳足迹的认证，跟这个环境教育场址的认证，然后来落实的这个推广，让这个教育可以从小扎根，让我们台北市甚至各县市的学生都可以透过这个环境场域的认识，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去做好永续循环。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不管是水体的污染量把它降低，减少这个制程中的所有的碳排，甚至我们还有一些好的副产品可以产出。这一个都是一个让我们在座的各位小朋友呢，可以从这个实际上的经验去认识到我们怎么样爱护地球，怎么样在过程中生活中我们让我们的所有的行为对地球的伤害尽量的降到最低。小朋友一站上去，荧幕就会出现该种营业场所的污水如何收集到污水厂，还有用手点选荧幕就可以看到生活中使用过的脏水到底跑到哪去。我们上厕所啊，或者是我们洗菜、洗碗，那洗剩下的这些脏的水或者是不干净的水，那会流到哪里？那我们主要的第一个互动章就跟大家讲，平常生活中用到的水会流去哪里？那像这个部分呢，就是类似于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事业用水，像是我们餐厅啊，或者是我们洗车场啊，或者是像是我们的一些大卖场，这些用下来剩下的水，那会流到哪里？那它可能会里面会有哪一些成分？那就由我们的这个第二个的互动设施来跟大家做介绍。卫工处还设计了可爱讨喜的吉祥物娃娃，透过动画带领小朋友了解污水厂如何让污水变干净，甚至还推出实体的小布偶送给小朋友作为鼓励。因为我们以前传统的环境教育就是用书本，然后用宣导的方式，我们认为这样的方式比较生硬所以我们就导入互动式的多媒体设施，还有一些影像，像是我们做了一个史威奇的吉祥物。那个就是书一举就是污水，做成吉祥物。那吉祥物我们做成小布偶，那小朋友如果来这边参观，可以送给他一只小布偶带回去，他会有更有感觉，也更有认知之后，可以把这个认知化身为行动，然后落实到每天日常生活里面。这样活泼有趣的环境教育方式，也让小朋友收获满满，愿意当宣导环保的小尖兵。学到了原来污水处理厂处理了那么多东西，
几乎快处理了我们生活中每天都会看到的东西。因为我很喜欢海洋，所以我回去都看到水漏着，我都会把它关紧。洗米的水我也都会拿去浇花。除了落实环境教育，卫工处也持续进行污水接管工程，希望台北市污水接管率在民国121年能达到90%以上，还有在民国116年让污水厂达到3级处理目标，处理过的水甚至可以比基隆河水更为干净。目前台北市的污水处理大部分都是2级处理，还有一部分是送到巴黎厂，只有初级处理就排到台湾海峡，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提升整体3级处理的比率。3级处理就是比2级处理还要更好。那这样的水质可以对河川更友善，甚至可以在基隆河在枯水期可以补助河川的激流量，然后部分呢可以回收到市区来给市民朋友来做回收使用，这样就可以降低对自来水的依赖，这样不是对环境更友善、更永续吗？公务局长黄一平表示，全国目前77座民生污水处理厂中，有17座具有环境教育场所认证，有5座取得碳足迹标签认证。台北市迪化及内湖污水处理厂2项认证都有。内湖污水处理厂更是全国碳排放量最低的2级污水处理厂。台北市将持续推动节能减碳，为2050净零碳排贡献心力。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